希塔美德下載信念。信念係一種強大嘅力量，佢讓我哋喺面對困難同埋挑戰嘅時候，依然堅持自己嘅理想同埋目標。當我哋擁有堅定嘅信念，我哋就能夠克服一切阻礙，朝住我哋嘅夢想不斷努力。信念唔單單係指對某個理想嘅堅持，更加係一種信任。信任我哋嘅能力、價值同埋未來。呢種力量讓我哋能夠喺面對挫敗嘅時候唔受到動搖，並且喺每一次跌倒之後能夠重新站起嚟，繼續向前。信念就好似一盞明燈，喺我哋迷茫嘅時候為我哋指引方向，讓我哋無論處於任何嘅情況都能夠揾到希望同埋力量。呢種信念引導我哋走向成功，並且喺生命嘅旅途當中為我哋照亮前方嘅路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信念嘅定義，我知道充滿信念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充滿信念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充滿信念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信念嘅觀點，我知道充滿信念係可能嘅，我知道充滿信念係安全嘅。我充滿信念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預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